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出名台会，我是王小琪。你客家人呐，挑过都会讲种学道。你俩客家人主要会做嘅就系，比如讲，老俩着农产品做加工，无论系钓咸菜啊，也系讲卤俩嘅菜条吼，都系热点赞噶啦吼。所以你还用现代概念来讲，挑过你老主讲路改类的东西都按做系农产加工品。那当然，我们提到这个农产加工，当然想到就是说它可能是整个农产业的延伸，可以多元利用，也提高这个农民的收入。不过呢，到底下吼，农民系讲会夯送了解农产品加工在这条路上，常常碰到看到什么货物税了，或者是工厂登记了，或者是这个货品登记了，大家了解农民全部脑子都是一片空白，甚至有时候常常是这个误触地雷啊，被罚到叫不敢。所以呢，到底了解农产品加工品啊，了解部分该管理，用食安法的这个角度来规范，还没了动作该农民讲真紧。那个门槛是碰到蛮高的哈。那再怎么说，这个农产加工品其实到了末端，它作为一种食品、一种食物，当然在这个食安卫生上一定要受到这个相对的把关哈。那斗达呀，那个农民要如何可以很方便、很顺利的有法院可以依据的来贩售他们这些农产加工品？基本出面台会都要强度动作改内边到any 强下好好来讨论哦。杨批为大家稍个内边，体育内边呢稍个系农委会农粮署嘅主任秘书翁正新。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体育内边呢，稍个系康景然，食品安全办公室嘅主任徐副徐主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内边呢，稍个系推台1年内嘅退休教授许明仁许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教授来。教授是专门研究加工、辅导加工的哈。提起这边的早个还朴实工作室的创办人孙家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多代那个农产品嘅加工品，让白做得用我都好好发展。好，讲到我们台湾其实就是农业的王国哈，在这种琳琅满目、花花世界的这个台湾农业里面，这个农产品加工也是一个非常华丽的窗口。随住官了后表面红球还容易归giảm，同昂消除了後還蠻降溫的時，同缺乏茶將因為昂度，用高溫來做真空殺菌。苗栗公館的農民情緒會同家族能夠建立出一個空間來做細型的加工場所。有时候你产量太多，你一定会有过剩。那这个时候拿来做加工品，它事实上是可以提高农产品的这个附加价值。那所以同时它也可以在产季之外，可以帮农民增加一些收入。政府做情緒會將開始係投太出的時同豐州做豐州市，偏偏東西睇到落太價，結果當收到反應將開始研發無窮款嘅加工糧食。有啲農民自我做像係內蒙乾列到加工嘅產品。工人甲迄產品都較貴啊，所以咱所做沒有唔會做。嘿，啊那較便宜，甲哈啊，咱們做了檸檬乾。像係往里減跌到高子睇出嘅時，有啲農民會擼起來，通過為農民試試來賣特色產品，增加附加價值。但是對各位小農嘅加工現場來看，開始係用頭部卡本來到有嘅東西來製造，都是有食安的問題。法規裡面對於這種小加工業者，它並沒有說明確去規範，你出了加工品一定要來自於工廠產生，特別是這樣的農產加工。所以其實我們應該要追求的是，在一個場地的清潔衛生，你是不是能夠做得好？我買係農民同睇出嘅時同食品加工，偏偏唔係生產期嘅時冇東西好食，主要係自家食為主。但是頭年晚實可能引致量冇到，冇做適當嘅食品加工，為咗安全嘅衣服。農民受到限制，唔敢公開來賣，自家生產嘅農作物加工品，都是會影響到農民嘅收入。
因为了解农产加工啊，做的增加农民改收益，可能说这个生梅子啊1斤50块，但是做成加工这个梅精或者是梅醋哦，一罐就是500-600。那另外一种功能呢，它也可以调节这个农产丰收的产量，对啊，可能养片哦，因为呢走了农产加工品阿慢吼哈，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录影的现场也摆设的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客家庄，很多的农村都有现在非常发达、琳琅满目的加工品哈。所以呢，我们过去挑工哈，了解农民加工走出来农产品，可能就是送给左邻右舍。不过现在如果要来面对是消费大众，要给很多人来吃的话哈，我这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徐福徐主任啊。现在看到这手上是我们这种客家庄收楼来的这种苦茶油了哈，它的包装看起来很简单。就以这个传统的农产加工品来讲，这个苦茶油在这个食安法上面来讲，它可能存在哪些问题？那第一个，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没有标示的哈，所以当卫生局来稽查查核的时候，看到这个产品就可能会这个开罚。那第二个嘞，它可能根据它的业者他是不是有去登录，或者是他在制造的场域上面是不是合法，甚至我们在平常生产业者还会面对说当地卫生局会派稽核员，他定期的会来看我们GHP 看我们的这个卫生跟安全。所以在这个我们只有从产品上面看的时候，现在看起来它在标示上面是不够的。所以那徐老师，我想请教了哈。其实以农产加工品来讲话，现在以食安法的角度来看，你要符合一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还有一个食品良好卫生规范的准则。刚刚我们主秘讲到的 GHP 啊，那都还蛮高规。可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农家把这些盛产多余的农产品，把它加工做成苦茶油，或者那我们客家人很喜欢吃的这种茄酱，其实呢，在加工食物来讲，它当然是一个食品，可是它在加工的层次上，是不是应该有分初级加工或者是升级加工？以现在在台面上看到这些农家自己做出来的这个农产品，你觉得呢？它的这个在规范上，大概要受到哪一种规范才是比较符合比例原则的？一般的区分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你加工的出来的产品是进一步加工的原料，大概都是属于一级加工。是。比如说碾完的米，那它可以做很多的东西，做粿，做什么米粉，做很多米丝，所以它一级。那进一步做就是2级，那一样，其他的也是这样子来区分。但是有些东西就很难去区分，比如说你龙眼，把它烘干，那它是1级还是2级？因为它事实上就是直接就可以吃，就是可以买。所以这个东西在1级、2级很难区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农产品种类太多了。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我们讲的农产品它种类太多，有经济作物的，对不对？谷类的，有蔬菜，有水果，有花卉，种类很复杂。那做的产品也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要去分类，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呐。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农委会的主秘，就是说，现在小农们大概普遍有一个说法了哈，我就是基于这个多元的应用，所以我把多的农产品来做加工，然后我可以直接贩卖，得到其他的业外收入来在这个农产业的价值嘛哈。那不过现在是说，以刚刚徐主任讲到，我们在4、5年前爆发的这个食安的风暴哈，那时候就讲到说，其实因为很多食品厂有了不该加入的化学添加物，所以那时候全台人心惶惶，所以有成立了这个食安办公室，也有这个食安相对的管理办法。但是农民反映说，这个管理办法涵盖到的是这个农产品加工也要一并来管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这个法太大，压在这个谈小农的农产品上，可能它的大小的业者他的分也没有太清楚，以至于说觉得小农就要做加工品，要达到这个食安的门槛或法规是困难的。就现行的法对我们小农要做小农加工品是不大友善的。事实上我们的农民的耕作的面积基本上面都不大那平均大概1.1公顷。那在有限的面积底下，它的产量不多。是啊。那特别在盛产的时候，我想把我的农产品去做一个加工。那以目前的小农的规模，它的耕作面积跟它的产量，那你要去弄一个很大的工厂，那你要符合工厂登记证，甚至刚刚符合所谓的 GHP 等等的，那确实对农民有困难。
那我的量也不多，那我这一块。那我该怎么来做又符合卫生的规范？那这一块确实是要好好的来辅导他。至少我买了这一个，比如说这一瓶苦茶油，激酱，这总要告诉我是谁做的，或是从哪里来，谁在做，这种是万一有问题我可以去找到谁。这个最基本的应该要让消费者也要知道。OK 不然。我问题我也没办法去溯源的管理，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这个所谓的小农加工价值的问题，这个是成年老题目。不过呢，习跟经可能有一些观念上的思维要转换。从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农产加工品的商业化销售变成是一个重点。那还有就是一样，它作为虽然从农业的角度出发，它是一个农产品，但是到了末端被人吃下去的时候，它是个食品，所以应该要符合食品安全卫生上的法规，它应该是一条都不可以漏掉的。所以这品质也好，相关的食安的要管理的要件，可能要与时俱进，都要受到注意哈。你也都看，其实你下上会做了解农产品加工，对维持价、整价收入价了解农民，记得对你下会做农产品加工，记得有哪条话要讲。我种柠檬的嘛，有的人塑胶罐装一装就在卖了，那有的人是装到玻璃瓶还加封口，这就是一个问题点啊。一样是柠檬，那它有一个规则嘛，你放售的话，对不对？你柠檬塑胶的东西一定会咬啊，那你要怎么去要求其他人这样子？那你要要求是大家一起要求嘛，而不是说只有要求某些人、某些特定人士这样子。你如果说要以出发点来讲，是说大家出发点都一样的时候。那大家就各凭本事去种植去卖嘛，看你自己的产量多少嘛。可是你如果说每个人都卖东西的价格卖一样，可是成本不一样的时候，就差很多啦。在营业登记的方面的话，因为营业登记它需要有一个营业登记的有一个住址，但是那个住址的话，如果你不是自有宅，如果是租房子的话，要看房东愿不愿意。他如果要看房东愿不愿意因为会需要三项文件，第一个是租赁合约书，然后税务单跟所有权的同意书。那基本上房东会不太愿意把这个东西给你使用。然后之后又牵扯到工厂登记的话，因为你没有营业登记的话，就没有办法申请工厂登记，因为它的基础建立在营业登记上面。好强用系世界东西哈，一样是这个小农的农产品加工，一样呢这个是食品大厂，可能是规格化、标准化的这个食品。所以如果说用食安法这样一套的法哈，等同四支一起来管理，可能很容易产生一些冲突啦哈。那我们看到，其实最近在今年，包括你看农委会的主委、副主委都有讲到，记得三方都推动这个小农加工立专法，而且是透过我们行政院的食安办公室来做跨部会的协调跟讨论。主要几个重点哈，就是好好的来讨论，定出说，既然我们是把这个标的很明确放在是农民做，可能是小量，可能是具有特殊性或在地性的一些农产品的时候，首先第一件事情要针对它的这个法的适用对象到底是工厂的生意人、厂商、老板，还是自己有在生产的农民，一定要把这个对象抓清楚。然后还有我们在做这个食品、这个农产品加工的时候，你到底是在工厂做，还是在家里的顶顶啊？你应该煲汤。这个到底是在哪里生产的？把这个定出来，然后再来呢，也讲到需要当然就是农业用地的问题，那还包括等等的未来的专法这个农产品的小型加工厂，还有当然它的卫生安全设施条件。所以要来谈这个法，要把它成型，可能要跨部会了哈。至少包括我们看到的是，本来管农业的农委会，那管这个食安、管食品安全的这个卫福部底下的这个食药署底下还有一个食品组哈。那当然在这个行销或者是说在经济相关货物税这边还有经济部，其实我看如果要讲到工厂的话，可能这个营建署也要加进来。这个问题我先请教一下我们的徐主任，这一次的希望有这样子一个专法，或者是说你们讲的做小农加工的这件事情，目前讨论的进度是怎么样，或者你们的方向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整个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11月就开始跨部会讨论那在行政院里面从政委的那一个层级就开始找了刚讲到农委会跟卫福部共同在现在食安法的框架的上面，看看有什么可以在上面因为我们知道食安法是一般法，
好，那我们可能要有一个特别法，在这一个农业的根据那个农发条例、农业发展条例上面有提到的这个农产品加工有一个法源基础之后，在上面针对这一些农业加工的这一些行为上面，看看怎么样来做食安管理。生产阶段的部分应该会由农委会来管理，因为在食安法的主管机关是卫福部，那你要有一个特别法，然后才能够在这个生产的这一个这一阶段呢到农委会，但是在上市之后的标示、贩卖跟什么那这些还可能会仍然是卫福部您刚刚在片子里面讲到的，大概到底有哪一些的困难那我想很简单的讲分4个点来讲人事时地物，时先不谈人的时候呢要看到业者他的登记是不是合法的，好比说有工商登记、营业登记等等。第二个是地方，就是您刚讲到的场域，是不是要有工厂登记，或者是在都市的商业用地，或者是工业用地，或者是在非都市的特定的分区才能来用。你说这都其实将来都要分开，就是食品厂的老板跟是在自己小农加工那个都会考虑到，就是说在法律层面上。第3个是事情，就是你操作的产制的过程要符合卫生跟安全。第4个是物品，就是你的原料跟产品要符合这样食安的一个管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管理框架里面我们可能会特别在人地事的这一边生产过程的挪给农委会，在这样的特定范围内的有特别的一个法规进行管理。那我今天请教这个专法适用的对象好了啦，这个问题我请教主秘啦到底将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专法来纳管的，到底是现在讲到是小农啦，至少看到的这个字眼是这样，但是多小的农？他是要看他的单位的生产面积呢，还是怎么样？来怎么样很明确的定义出谁适合这样的专法辅导？好，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讲。那农政单位基本上面是从农民的生产端来他生产的农产品 OK，那到了我自然慢生鲜的这个没问题。对对对。那我要再去加工，那这一块我还是在农业生产上面的概念。对。那产出促销，那这一段，好，那我把它变成商品化了，要卖了。要卖了，那这一块因为它还是食品，这个时候已经变成包装的食品了。OK， 那这一块还是要回到所谓的食安法去管理。食品还是要规范了。那现在就是小农这个农民的生产这没问题，在田间的生产这一块都是农产品。好，那这一段。那我去把我的农产品做个简易的加工，或是初级的加工等等。那这一块的场域跟它的怎么去做？那这一块我们来农政单位来辅导来管理。那这一块让它小农的产品可以 OK 上市。那这个概念是在这里。将来这些农产加工品，我们看到这一系列，除了已经有基本能力、工厂规格的之外，小农我自己要做苦茶油啊，做结酱，我要做或者是茶树精油之类的，我在哪里做？将来这个我们会怎么管？好，那基本上面农民还是定位在他自己有农地，还有他的生产链。那 OK， 他的农产品到他的特定的固定的场所去加工去做加值等等。那这一块的基本上面还是会在农地上面。好，那我们会给他一块的场域，你在哪里做？那里面应该有的设备，应该有的制程，那这一块 OK。那让它可以有一定的规范。那 OK， 那以后那这一个场域我们会给它一个厂证，等同于类似工厂登记证的概念。所以徐老师，这样未来的这个所谓的小农加工的专法，可能一个很大重点是在于它生产的场域有放宽，或者是有针对性的来做调整。中华民国法律没有规定任何食品要在市面上贩卖，一定要合格工厂生产才可以贩卖。但是所有在市面上卖的食品一定要符合卫福部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即使你是农产品。对，所以这样问题就很简单了。就是说，不管你农民是用什么方法生产的产品，包括你的标示，包括你的优良作业规范。对，标示跟优良作业规范，标示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下面第22条规范得很清楚。是。那个这个优良作业规范在第8条规定得很清楚，所以
任何食品，一定要遵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是，才能够贩卖。那卫生单位出来稽查也是根据你有没有违反卫生法，但是我希望立的法要能够执行，好，而不是到最后执行不了。那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很多的问题，第一个包括这些1级加工、2级加工，然后产品的定位，对，然后这个小农的定位等等，然后你的这个场域的定位等等，非常非常复杂了。所以这个法定下来其实大公正，其实像先进国家，坦白讲没有，就美国、日本、欧洲没有人在定这个法。好，那这些国家怎么去辅导小农加工？你到美国、到日本、到欧洲。这个假日农夫市集都很多农民也是一样，拿他们做加工品在那边卖嘛。那我觉得一开始，民国77年农林厅开始推农产加工、小型农产加工的时候，我觉得他一直到现在走的方向就是对的。他用辅导的方式，那美国、日本、欧洲也是一样，他没有定法，但是他用辅导。所以老师是觉得法可能是从管理的手段下去。法第一个你不容易定到一个面面俱到的法，这是第一个。是。不好定啊。然后第二个这小农的量其实都很少量，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小农做加工其实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他最多担心的是我这个东西卖出去给人家吃到，吃坏肚子，出事情了。然后他被罚，他会甚至被抓去关。小农怕的是这个，所以他要做之前，他一定会很小心翼翼。他没有把握，他绝对不会乱做了。不过以将来，包括他在定义这个生产的对象，还有你加工的地方啊，这些小型的加工室，都会慢慢有一些比较清楚的定义来做专法管制。不知道从你民间，因为嘉豪他自己。他是不算生产者，可他是中间的代工者。他向农民收购良好品质的农产品来做加工，做成农产品加工，然后进入销售端。你会怎么样期望，或者说不期望这个法？因为这个法跟食安法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是在两个法，它所涵盖的范围一定会有空窗，没有办法涵盖到的地方。是。那当这个法律的时候，我担心的是。会产生更多的新的问题，然后会产生新的漏洞。它已经是针对性来管理了，还会有可能出现漏洞。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是专法适用在农民身上，对，那像我们有采购农民的东西来做加工，那如果今天农民他那一端有比较低的成本，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生产的责任推回去，由农民去做加工，我只负责销售就好呢？那这样子制造的风险、制造的责任都会推回去到农民身上。你觉得这样不好吗？农民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然后他要负担更多的成本，并不见得会对于小农有比较好的积极的帮助。对，我会觉得说，其实如果能够让农民专心在他的农作物上，然后加工业者专心做加工，不要农民同时身兼加工的角色，他既没有办法妥善的运用他的设备，然后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把加工这一件事情做好，其实会在我觉得会在食品的安全上会有一些衍生的问题出来的。是，我们听到瑞斌做安用改复印，你也在谈吼，农民其实几种用个想吼，还没去家也来做的有其他改发展吼，发展出这所谓另外的斜杠人生吼，几种也做的对那个农产品加工做其他某种改尝试做法，你现在看农民很用个讲诶。当日西条的乡土市委用椰子包装做茶包，将故乡做有机加工的女性线飘入夹体来种乡土的作物，进前交本有机面积的加工厂来包装。虽然有签约，但是加工厂3日摆、5日摆用无相款的方式来起价，做出来品质上把下没无像今年讲好价，他们将成本更加重，而跟那些企业手上来做。那时候包装已经花了40几万都印刷下去了。那政府的法令规定，其实有机的加工品外面的包装是哪家工厂生产的，就必须要标注在上面。那时候一开始配合是很 OK 的，所以我们也就放心的大量印刷。就我们现在都要靠贴纸把它覆盖掉，就是原本的地址呢都要覆盖掉，所以其实成本非常的高。
不落干那单选做菜布了加工，土地加不卡选方起加工厂，雪皮做后的三年制天气的变化，影响到菜布的口感，会增加人力成本，要按上升标准专心做茶包。所以我们只能用有机的萝卜来做萝卜干嘛。那所以现在就是只能闲置在这里，因为产量也不足啊，然后我们原料也不足。对，所以就只能空着。台湾希望内加工署头先抢土地使用时，有部分农民无用是否长的名义来申请，先拿到补助，但是考量到还是被抗太规模的需求，女性县为做有机认证的加工厂，用配当道的精神。因为我们也没有太多的钱嘛，所以就自己跑造。那当然，我们自己去跑造的时候，他们都会请我们请专业的人去跑嘛，就是委托，比如说建筑师这些去帮我们跑。但那费用其实还蛮高的，对。那因为我们就是没有钱，所以就想省这一笔钱，所以自己去跑，当然就一直被推荐。就连嘛，还系无法调好管嘅农产加工，农民敢若希望是天出一套完整的规范，本农民是照例来申请，减少按道嘅行政流程，是专心生产。其实对农民来讲，出在生产，佢哋也希望对侵有可能、冇可能去甲对做其他冇强用为了个发展。你透过了到上片看到，其实确实天天เรา加除了个农产品，做了到加工个利用，像了个翁里种啊，了到哈种也买到阿曼小条吼，还可有看到去甲做，不管是什么桑葚果汁啊、草莓酱啊，像我们大湖的草莓啊，或者是关西的仙草加工品，动个农民都去甲来做。不过了下。对于所谓的小型的农民，他们希望期待看到政策机关提出来的这个所谓的小农产品加工的这个专法，可以涵盖除了是住在用地上的这个取得放宽，或者是说在这个所谓的工厂登记或者管理方面给予针对性的这个辅导管制之外，更希望看到一整套的，包括说农民现在最烦的就是资金考量，对吧？养便又捆斗，还有这所谓的操作的技术，因为你很会种稻子，可是你要把它做成农产加工品当中有很多食品的技术，包括生菌素啊相关的要考虑的，所以这些食品制作的技术的资讯知识也好，这些谁来从旁辅导？还有呢，来帮忙协助真正从农产品进到食安把关，要完全达标。那这个处理相当，目前看到是。以现行来讲，哈，就是如果这个小农生产者，如果你没有照那一定的规范去走，到时候免不了还是被开罚，罚到你叫不改。再来呢，也没有现在还没有比较针对、比较积极性的来做从旁的辅导跟协助。这个问题我请教一下我们农委会的主秘啦，就是说这个一个整套的办法，目前刚刚您有跟我们介绍提示到说，未来这个所谓小农专法可能会在这个制作的场地上，在这个农地上，可能在这个工厂取得所谓的登记这一块，比较针对，然后比较友善的这个方式来帮助农民。那其他的呢，整个他们如果是真的是我自己种，我也想自己生产，这一套相关后续的，我们农委会可以怎么样来协助？好，这一块哈，我们先会去解决它的用地的问题。对，好，那我们会去定一个所谓的初级农产品的加工厂的管理的要点。对，那现行就是我们先去解决它，就是农地的合法的问题。是。那建筑物 OK 可以拿到证照。至少第一关要先过。第一关这一块就是要把用地的问题先解决。对。那再来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概念就是，那个到底产品是谁的？好，那以后的它的原料是谁的？那这一块要挂上我们，比如说产销履历或是有机的，因为哪一个农民生产的，那个可以追踪追溯都很清楚。那这一块 OK。好，那再来就是它的产品上面，那整个制成，那这一块我们会去，我们有各改良厂，那导入我们的食品加工的技术，那该做那该怎么做啊？怎么会符合卫生管理的规范？那这个一定要教农民。那 OK， 让他做出来的产品一定要符合规范。那未来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会，因为总是有农民不守规定的啦等等，那以后你怎么处理？对 ，OK， 你还是要回到法规面。那未来目前我们打算的就是在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法里面去设了几个条文。OK， 那就是以后可以定一个，在这个母法底下可以定一个。所谓的初级农产品加工厂的一个管理的办法，对，那 OK， 那就有法源，那慢慢的会整套的把这个农产品，就是小农的这个加工，纳到法规上面去管理。那我们自己来
就是农政单位来管这一块。那徐老师，我要请教一下。刚刚嘉豪也提到说，当然从各司其职或各有专攻的角度，认为代工厂或加工厂，它就专门负责加工，农民就好好生产这个优良的农作物。不过以现在的这个区块来看，如果说我们的政府单位有心要来扶持小农，除了生产自己也做加工，来增加多元收益之外哦，你看到以目前这个市场的趋向跟角度来讲，小农自己生产，然后自己做加工，甚至一条龙到最后我可以自己卖。就不用再透过其他的这个厂商哈，是希望就是整个农民的收入可以大大提升，也从而带动大家从农的意愿呐哈。你觉得这种小农自产，然后自制再来滞销的这个状况，是我们台湾未来要走的路吗？站在农政单位立场哈，他们很用心在辅导小农做加工，是，但是同时在农政单位立场哈，他也不太希望小农做太大。所以小农他的鼓励讲说，你最好不要做，那你想做你就请代工厂做，原因很简单，代工厂帮你做的话，因为代工厂是合格工厂嘛，所以你的整个制程就不会有问题，我不用管那么多。第二就是说，你买了一套设备，设一个加工室，可是你只有季节的时候你才去生产，不是季节，你设备就空在那边，所以你的投资事实上是没有完全利用到。我们买一部机器，当然是希望能够12个月都能够运转嘛。那你现在很多农产品都有季节性啊，所以你买了以后，可能它像这个绿竹笋，它就老师3个月。我想主秘他意思会不会是这个农产品加工的层次问题啦？有一些农产品加工不需要买到机器跟设备就可以自己做。那如果在这个前提之下，是不是有相对友善的法来让我把它做完？是这样吗？这样子啊，委托代工，代工厂一定要空下半天或1天来帮你做代工。对，假如你的原料量够大，没问题，他会帮你做。当然，我经常看到都是农民去找代工厂代工，农民都是弱势啊。理论上要签合约嘛。对啊。那代工厂说我帮你做已经不错了啊，对不对？或者说他帮你采购原料，他用糖什么，你应该要他的来源证明。对。他不给你，你也没辙啊。对。然后他还在加工过程，理论上你也要到现场去看，然后，他还讲说这是我的这个商业秘密哈，没有看我只要负责把产品做给你就好了。那嘉豪，我请教你看你在桌前也陈列了你们自己工作室去跟第一线的生产小农他们收购来的优良农产品把它做代工。那刚刚主秘其实提到哈，我们现在在追求农产加工这个产值的活络，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用我们自己本土的农作物，那才有意义的哈。如果是要做龙眼干，去外国进口龙眼或利丝回来做，那真的这个效果还有价值上是大打折扣。谈谈你自己的经验法则，聊一下哈，你怎么样到各地去收集那样本土的农产业，然后自己做。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要请教，就是说，将来这个法在这个如果将来施行了之后，也开始会有农民可能要自己做，又开始会成立这个区域的这个加工厂或加工中心。那以像你们这样子所谓的比较追求自有品牌的，你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对。那今天如果小农要自己做加工生产，其实如果它的量够，可以自己发展。我觉得今天就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因为它已经有那个相当的加工的能力。它只是要自我精进罢了，这样。对，对，比较难的是在卡在那个自己做又好像有点勉强，然后要委托，还达不到那个门槛，你的量啦、你的资金啊、技术等等等。委托别人又觉得那个量太少的时候，因为当初我们会成立工厂。一个原因是一开始我们只想要自己做品牌嘛，对，那也发现说找遍了台湾很多家工厂，没有人要帮我们做，因为我们的量太少，那只好自己去学习怎么样做工厂量产的这部分，然后去了解那些设备，慢慢的这样摸索上来。事实上，每年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些小农委托加工的一个请求，对，那我觉得说真的啦，如果要成立一个区域的加工中心，对，这个因为农民的农产品千变万化很多种，不可能一个加工中心就能够满足所有当地那个区域的所有的产品。对，那势必的一定要有一些移转。
如果是譬如说以台南有玉井有芒果，那可能它在芒果的一些系列的加工上可以琢磨比较多一点。可是除了种芒果之外的农民怎么办？那如果说在那个辅导机制上能够协助农民，因为我觉得其实农民现在他们不知道的，他们碰到的几个问题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加工，对，然后就算他知道可以做加工，他也不知道怎么做，然后还有不知道找谁做。是。那如果我们的辅导机制是能够协助他，先前期的了解他的产品可以做哪些加工，然后经由一些转介，不管是进到区域的加工中心去，或者是找一些有剩余产能的加工业者来协助处理这一块，都能够是比较好的辅导，而不是只能够靠那个区域加工中心或农民自己这样子。所以除了农民自己做之外，徐老师是不是在我们台湾各个农业的产地，或者是比较有特定作物的地方，就应该有这种小型的加工室，就是代工厂了哈，某种程度在跟小农做紧密的结合，是这样子来诠释吗？那你如果以未来大家要更聚焦这个议题，你有没有希望提出什么建议的？那个小农的加工，其实这3个都可以并行，都可以并行，一点都不违背。是，3个都可以，就看小农自己有能力自己做，对，量很大做不来的就委托加工，或者是把原料卖给小型加工厂，由小型加工厂去帮他去加工以后，然后加工厂去卖。区域加工中心事实上是我开始辅导青农的第2年，我辅导完1年以后，我就发觉，因为在过去这样来讲，民国77年农委会30几年前，农林厅开始推农产加工的时候，一开始其实是很多农会提出需求要盖加工厂，所以农林厅就成立了一个小型农村加工辅导小组，是把各大专院校，然后施工所这些专家找来，然后任何一个农会想要盖加工厂，然后他就去做评估。一开始是农会，农民真正开始做加工，其实大概是在民国90几年以后的事情。民间会有问题，就是说，当一个区域加工做得好的时候，大家都想要做，然后呢，或者是说当一个区域加工设立以后，那是不是所有农民都可以去申请，加工他的农产品？那是要自己加工呢，还是要委托加工？那我当初的构想是设在改良场的话，就是增加一点人员的编制，增加设备，然后他可以办训练，还可以，这个我们知道，还可以提供农民去那边做加工。那农民就不需要，比如说我要做干燥的蔬果，那我一定要买个那个烘干机嘛。我知道，烘干机一台可能我就没有钱，那可是我去那边做很简单的加工。量没有很大，我就可以利用那个地方；量大的话，就委托工厂加工。那主秘请教，区域加工中心可能也是这次农委会在今年希望有一个进展出来的一个标的性的政策啦。到目前为止已经设了12个地，12个地方，12个处。那今年会再设2处，一个在台东，一个在嘉义。那基本上那个概念是这样，比如说云林的阿丹合作农场，它本身就是附近好几百公顷都是在种这个所谓的。栗竹笋或是蝶竹笋，好，那这些农民本身就在种这个竹笋，都相关的作物就在那边了。OK， 那我们去设了一个叫做 OK， 这一些东西它会进来这里来加工，然后去做成所谓的真空包，它会外销。这一块它做得还不错。那另外一个，比如说东石的合作农场，它附近全部都是种杂粮的。OK， 那这一些杂粮就。它会进到这个加工中心去处理，去做成胶。那另外有一个，做香蕉的啦，做凤梨干的，基本上面种凤梨的附近都是种凤梨。怎么样来继续推进我们台湾农产品加工的这个产值跟市场？你的团农民还有复杂李伟用个讲。冻豆农友记到摸安豆的量，小农摸安豆的量就咧上去只能在一家给。不卡公疗比胜强，但是个公疗那个环境不一定是合格的，所以想讲，政府那是做在讲，帮助他们，那是去有做加工品，做在有点补助，
啊，分去跟加工厂来媒合。那样可以帮小农解决冻豆问题啊。我们农产品的加工不是单向的，我们应该有一个农业创新整合中心。就是说，我们举例，我们是果干，那我们或者是我们的酵素要不要跟其他的比如说啤酒结合？那我们应该先去咨询。好，我们有一个农业创新整合中心先咨询，然后之后我们要先去试做啊，类似实验这样子。那做好了可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生产，生产完之后要实案检测啊，这个 OK 了，你再去这个民间找代工业者嘛。我们现在就是缺了这一块，所以有一些农民他其实很想要做一些尝试，但是并没有任何的机会跟经验。李卫蔡培慧蔡老师他就提到说，其实这个针对这个市场主体的培育，或者是说将来这个在法过了之后，这个所谓农产加工应该要有更创新的思维，要接受更多的辅导。因为现在刚刚讲到，现在很多在做农产加工的是在于这个活力旺盛或者是脑袋很灵活的青年农民啊，所以就要讲到说这个包括将来整个制程的规划，因为农民可能过去只知道生产，那现在是不，或者是说只是为了消化多余的这个农产做加工，可是现在是有制度有规划的来设计他自己将来的制程，然后也希望说这个将来呢，整个他们自己做品牌，所以这个变成是扣到了食安，然后也扣到了生产。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我们食办主任徐主任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您的观察或者是理解，以台湾国内现在消费市场大家还会在是不是更重视品牌力？你的食品哪里生产？你的食品怎么做出来的？是不是让我产生信赖感？我进而就会支持。因为在经过那个食安风暴之后，大家人心已经不一样了。在有条件负担的情况之下，大家会去追求那个农产加工品的品牌。那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需求，刚好投射回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小农加工可以被积极辅导的部分，市场的趋向。市场观察上面，经过几年食安事件之后，它的它转变是往一种信赖上面，特别你刚刚讲到的品牌那它的品牌是一种信赖性，不一定是比较大，或者是比较特别是很贵或怎么样。不过它不是大厂大牌，我才信任。它需要信赖感觉。那在信赖感觉上面，大不一定有利。有的时候小农更容易从文化面，从其他的方面更让别人容易产生信赖感觉。我们现在会追求小农手作鲜食这样几个关键字所以应该是这样讲。所以您观察到的说，其实有品牌的产品，那可能就是这个品牌的信任度建立在它的这个制程对，所以消费者会愿意支持这样子，可能是少量，但是它有被挂保证的东西。它会慢慢会提升，我们看到它的趋势是这样。不过您刚讲到手作有的时候还是要符合食安。那当然啦，对，像我们讨论的一切手作都是要符合对食安，就是一个完全不需要质疑、没有悬念的、不需要挑战的一个规格在那边了那主秘。我知道这个有机农业促进法也过了啦那所以将来在国际上我们都有一种有机的等同性，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台湾的农产品加工，我们是农业王国，那我们的农产品加工是不是要更升级？像这次我们的林主委就是去了日本参观了一趟他们农产品加工，大为惊艳。我们有没有可能比照这样，我们走高品质，我们走精致化，甚至就是有机的农产品加工？像这几天我大概也有拿到一瓶还不错的那一个花生酱是，我认真它上面有 QR code，然后它有一个广告的这个广告纸弄得还蛮精致的，它把里面的原料都花生从哪里来，里面的佐料什么都很清楚，是标得很清楚。那它还有一个 QR code， 让你手机可以一扫就知道是从哪里来，所以那个概念小农已经注意到这一块，就是他自己做的加工品。那我觉得他告诉了我很清楚，甚至他去检验的，比如说去做所谓的添加物等等的检验，或是农药的检验等等食品的检验，他会把他的检验报告抛上到你 QR code 一扫就有。这个概念就很好，所以他已经调整他的观念意识了，还是产品来这里就是他跟消费者对话。我从这里我可以信任到他很认真的要去做这一件事，而且特别强调他的产品绝对是我，比如说赤统的哪一家的花生，某某人的花生，他强调是他的是国产，对，强调是他黑妹的
然后另外有一个加入它的文化面，它的整个包装跟它地区性，所以他自己会去建立他的品牌。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那有一个概念是我们因为高端的市场，日本、韩国、中国大陆或是东南亚比较高端的市场 ，OK， 他们对台湾的加工的农产品加工是很相信的。推崇是信赖，会欣赏。对，信赖。好，那我可能或许原料不足，或许说我比如说杂粮，那 OK， 我可以去从其他的地方的杂粮进来加工。台湾的加工是很厉害的。那这一块我把它加工加值之后，我来卖好几倍往那个市场走，或是以我们自己的农产品，我们的杂粮，OK 去把它加工加值之后，我们的农产品可以往高端的市场去卖。那不是你卖生鲜的香蕉、生鲜的凤梨，你才能卖多少钱？我的加工，你看那一个芒果干，或是其他的果干，那个飞机上面的那一个小包装的。那个很贵耶，所以它价格都翻好几十倍，翻了好几倍所以那个概念就是加工加值的概念，可以让我们的农村、我们的青农，或是愿意回到农村，它那个附加价值才会出来。嘉豪也是相对年轻在这个中年族群以下的人，你开始回到农业的生产面了。虽然过去可能不是从农，可是从这一点你发现，从现在台湾的市场需求，还有整个国际我们一般消费者的这个现代社会对食安的追求，所以这个农产除了量之外，这个加工的精致化，最重要就是2个字：安全。安全等同于品质嘛，所以在这一块上，其实像你这样的年轻的农民，现在你也关在农产业了啦，未来还要继续走的这个努力的路，你有没有什么心得？最后再分享。当然，我们就是这样，如同前面所说的，我会希望农民是专注在他的角色，把他的农产品品质顾好，不要追求量，要追求品质。那让我们可以有比较稳定、比较高品质的东西可以去加工。对。那可是因为毕竟我的立场，我的出发点是希望农民能够有比较好的收入，然后比较好的产品去，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比较奇特的是，像比如说我们不做契作，那外面价格好，农民就去外面卖，那我们可能甚至于会把一些产品就干脆，反正原物料那么贵，就让农民去卖，我们就不要做这样。这不绑定农民，跟农民是一种合作互利的关系，让他们都彼此都越来越好。做一个伙伴。那像最近我也担任百大青农的一个辅导业师，那就关注在两个重点，就是怎么样协助农民让他去理解法规上对于食安的要求，让他自己的加工能够做到那个法规的要求。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协助他怎么样跟着我们过去的经验，然后能够拓展海外的市场。好，从市委那边给分享你看到台湾农业的农产品加工，在过去呢，可能是没有特别管理这个法律灰色的地带，过去受到食安法的规范，可能有一点这个比例原则不大合适的地方，可能也很难一体适用。都为了可能有所谓的小农加工做法，都心里了解呢，从小农自己种作、自己生产这个做加工品的这个场域，还有他的整个制程的教导跟规范，还有技术的培训上，一起都卖给那个销售端，都可能有一条龙更完整的系统性的辅导。所以小农呢，了解农民做得确实想讲，自家做得来种，也做得好好来卖自家所做出来的农产加工品，它对消费者而言呢，又可以使用到的是具有信赖品质这种优良的台湾本土农产加工品。那上了系对龙凤面，甚至是散凤都有好处的事情。出面台会朝大家关心了解农产加工议题，今日讨论就到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再会。